OK，呢個 UI 用唔得㗎，因為呢個 UI 係俾 Benz 車用嘅。因為呢個 UI 咧係 Benz 嘅原裝 FM 喺佢原裝機嘅，所以 set 呢個 UI 用唔到 FM 啊，佢冇 FM 嘅。所以你愛 set 去睇先啦，我哋揾 Apps。其實最好用嘅係你揾 Dim 啊 ，Dim 呢度佢入邊有幾個 UI 㗎嘛，你用呢一隻可以，其他嘅其實都可以嘅，但係喺入邊就會麻煩啲。所以而家係呢隻係咪？你撳落去，佢變咗咁嘅樣嘛，啱冇？拉下後邊，你呢度可以加嘅，加個 FM 出嚟嚇。我加咗就會有 FM 嘅，所以呢個 UI 冇問題。如果係講其他嘅 UI 啊，我睇一睇。如果係 Lexus 嘅都可以用，但係 Lexus 嘅會麻煩啲，佢嘅 FM 喺入邊，所以正話嗰啲係最好用嘅。啊，如果 Lexus 嘅 Dim，如果佢係用呢隻款啦，呢隻款啦嚇，如果用呢隻款，包括其他嘅都係咁上下噶啦。如果用呢隻款啊，佢嘅 FM 喺入邊，你喺度，我撳兩下 ，FM 喺度。啊，所以 Lexus 嘅我要撳兩下，所以如果 Lexus 嘅呢個款，你嘅 FM 喺入邊。所以正話嗰個你可以擠出嚟，用正話嗰隻啦。如果客仔要用嘅話，其他嘅都一樣啦。BM 嘅都應該一樣，所以揾翻 Dim。如果 BM 嘅 FM 都應該喺入邊。睇到佢 radio 喺度，FM 喺度，所以呢啲因為好多係專車專用啊，所以最好用嘅就係、等陣先啊，撳翻出嚟先。最好用嘅係呢一隻，呢一隻可以製到出嚟啊，呢一隻啊擠喺呢度，所以你可以洗又得嘅，洗就洗咗咯。加嘅話就加翻個 radio 落去啊，佢就會有 radio 啊喺度。